上兩集帶大家探究日本樓市亮點，相信無論自住定係投資，大家都多咗幾分心動。不過跨國買樓、稅項成本等細節多，今集為大家拆解日本買樓一定要知嘅事項，以及需要付嘅各項稅款。一般如果你話福岡嘅話咧，最傳統嘅地區就係博多同天神啦。咁啊，博多同天神就等於我哋香港類似，可能中環就係博多，咁可能天神就係類似銅鑼灣或者尖沙咀咁樣咯。我諗兩方面啦。如果第一方面，如果譬如話想嚟即係買樓喺日本或者福岡啦投資嘅，即係收租嘅。咁我諗第一就要先搞清楚就係 OK 買樓其實好簡單嘅啫嚇，好多 agency 可以做到呢個動作，但係買完之後邊個幫你管理呢個好緊要。另外就要問清楚究竟嗰個地方或者嗰棟樓係咪真係即係咁好或者咁有問題，有問題定冇問題啦？呢樣嘢就要事先搞好，同埋回報係其中一個你要睇嘅因素啦。但係唔好淨係睇回報咯，亦都要睇下相對嘅風險咯。咁相對嘅風險就係其實就係關於人咯。你棟樓有冇人住，有咩人住，同埋你買呢棟樓嗰時有冇人買你棟樓，呢啲你都要去衡量。買嚟自住嘅話咧，我覺得你就要可能入鄉隨俗啲啦，因為始終你住咗喺即係日本好多文化上嘅唔同啦嚇。例如譬如話你買咗入嚟住之後，你點樣你要知道點樣分類啦，垃圾嚇邊個時候抌咩垃圾啦。例如夜晚咧，原來佢哋咧就唔可以開呢個唔可以吸塵，唔可以開個洗衣機。呢啲林林總總呢啲嘅生活規矩，咁可能都大家去當係一種即係認知咯嚇。咁你呢度住可能之前你要你發覺你接受到或者接受唔到，你都要預先知道咯，係啦。咁一般嚟講咧，如果譬如喺日本啦，或者全日本啦，或者福岡都係㗎啦，一樣㗎啦。如果你買中古樓，我哋叫中古樓，即係二手樓嘅話咧，除咗樓價之外咧，一開始咧你有3個費用你需要注意嘅。第一個就係律師費 ，OK。第二個就係我哋嘅中介費。第三個咧就係印花稅，係啦。咁你預大概一般你預樓價嘅可能 let's say 5至8%。